大家好，歡迎返嚟陳公子藝廊遊園 Art Promenade。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嘅。導覽開波前呢，例牌 CLS 行先 ，comment like subscribe 撳埋個鐘仔。講到香港睇藝術，大家可能淨係諗起 Art Basel 嗰種高貴或者 M+ 嗰種國際級大作，但係啊，如果我話你知香港有個藝博會，佢唔單止好玩，仲充滿驚喜，就好似一個藝術界嘅造星夢工場。冇錯，就係啱啱完結嘅 Art Next Fair 新藝潮。今集我哋唔講貴嘢，淨係講呢個展覽點解係最貼地、最有生命力嘅藝術盛事。Art Next Fair 喺香港藝壇點解咁重要？以本公子嘅角度係咁睇嘅，有3個理由。咁首先呢，Art Next 嘅最大意義就係佢係香港唯一一個專為獨立藝術家而設嘅大型藝博會。乜嘢叫獨立？即係話佢哋唔需要靠大畫廊推薦，直接就可以將自己嘅心血結晶擺喺你面前。呢度嘅作品往往充滿原始嘅衝動，未經市場磨平嘅稜角，仲有個實際優點，佢哋嘅定價通常都好親民啊。對我哋呢啲新晉收藏家嚟講，Art Next 根本就係一個低門檻高回報嘅藝術尋寶地。Art Next 幫佢哋做咗一個完美嘅藝術家出道擂台。第二呢，佢鼓勵直接對話。喺一般大展你只會見到畫廊經理，但係 Art Next 呢，佢鼓勵藝術家親自睇檔。你可以同創作者直接傾偈，直接問佢你幅畫想講啲乜。你買嘅唔止係件藝術品，而係藝術家背後嘅故仔，佢創作嗰陣嘅情緒。呢種有溫度嘅藝術交易係 Art Next 最引人入勝嘅地方。佢真係將藝術品由一件只有投資價值嘅收藏品變翻做一個有靈魂嘅藝術品。第三，佢鼓勵衝破界限。點解 Art Next 嘅作品咁有驚喜？因為佢百花齊放，冇設限。喺今次10週年呢一屆，你睇到嘅唔止係傳統嘅油畫水墨，仲有好多玩嘢嘅嘗試，例如用新手法嚟講禪意啊，用岩彩繪畫啊，將陶瓷玩出新風潮嘅甚至係將宣紙變成透明立體。呢個平台鼓勵藝術家勇敢地做實驗，將最前衛嘅想法帶到公眾面前。既然 Art Next Fair 嘅核心係發掘同投資新血，咁本公子都要帶大家睇下點樣睇通呢班藝術家，同埋發掘下佢哋嘅收藏潛力。Art Next 嘅藝術天團，我哋可以從3個層次嚟解讀佢哋嘅價值。首先睇下藝術定海神針大師系列啦。Art Next 邀請咗3位重量級藝術家，佢哋嘅風格就係市場中穩健嘅價值所在。首先要講嘅係香港嘅當代水墨大俠黃孝葵，佢嘅作品突破咗傳統山水嘅格局，將香港城市嘅景觀注入水墨嘅靈魂啊！構圖往往氣勢磅礴，意境卻靈動飄渺。收藏佢嘅作品係對香港藝術史一個重要章節嘅錨定，因為佢嘅地位就係水墨界嘅藍籌股。喺加上佢已經79歲，相信未來嘅產量都會彌足珍貴。跟住係佐夫 Jo Wan 呢位美籍華人藝術家，係一位中西合璧嘅魔術師。佢嘅油畫巧妙地融合咗西方印象派嘅光影同埋東方水墨嘅筆韻，作品喺寫實中見意境。由於佢成功將東西方美學體系結合，作品喺國際市場都具備高認知度，係學術研究同市場嘅雙重寵兒。仲有嚟自台灣嘅超寫實女王卓有瑞。佢嘅作品精細到你懷疑人生，但係佢嘅高明之處係將極致嘅寫實圖像滲入一種詩意嘅抽象概念。欣賞佢嘅作品，要留意佢點樣透過極致嘅細節去帶領你思考真實與幻象嘅邊界。佢嘅技巧同埋創作思維呢，絕對係學院派與當代思維嘅結合。大師級嘅作品自然有好強嘅保值能力，但相對上升值潛力可能唔及得上新進嘅藝術家，所以本公子都同大家睇下市場新勢力。藝寒十秀係收集咗過去10年喺 Art Next Fair 嘅成功畢業生，佢哋係市場中已經開始發力嘅潛力股啊，好似黃俊熙、Stephen Wong、
佢係香港80後風景畫嘅代表人物，善用壓克力彩描繪郊野，畫面用色鮮豔，線條充滿趣味，充滿遊戲感。佢嘅作品極受本地及亞洲年輕收藏家追捧。由於主題貼地，色彩討好，市場流動性高，係入門收藏嘅優質選擇。然後係風漸啦，佢嘅風格係一種心靈寫實主義㗎。佢用細膩到好似繡花咁嘅筆觸去畫一啲平時你唔會留意嘅日常嘢。欣賞佢嘅作品就好似要被逼慢睇，喺佢嘅畫中尋找日常嘅禪意，適合中意靜、具備療癒感風格嘅收藏家。仲有咧，賴君婷佢係一位當代工筆畫師啊。佢擅長以中國傳統工筆手法畫當代人像同日常生活場景。佢成功活化咗傳統工筆，係市場上少數將傳統技藝與當代題材結合得咁出色嘅藝術家，絕對值得大家關注。最後 Artnext 嘅多元性仲展現喺呢啲獨特嘅主題同人物身上。首先係廖井梅廖東梅呢一對姊妹花啦，佢哋嘅展覽咧係一場關於生命力嘅對話。家姐廖井梅嘅畫色彩張揚，充滿動感。而妹妹廖東梅以展能藝術家身份創作，作品情感真摯，充滿對生命嘅熱愛。廖東梅嘅作品特別具備社會關注同埋人文價值，尤其係廖東梅係殘疾人士，曾經擔任北京殘奧會火炬手，亦係10大傑青。作品展現出好強嘅生命力，而且有非常獨特嘅風格。跟住係李慧嫻 Rosanna Lee， 佢簡直係香港陶藝界嘅喜劇之王。佢嘅作品就係嗰啲肥嘟嘟、圓碌碌嘅泥偶，幽默風趣咁捕捉咗香港嘅社會眾生相。由於佢嘅作品辨識度極高，極具本土文化代表性，係香港地道藝術收藏嘅指標，絕對有收藏價值。仲有許永韶作為新晉藝術家，佢嘅創作不斷探索新媒介，充滿前瞻性，糅合咗傳統嘅青花瓷同埋本地潮玩趣味。睇佢嘅作品就係要感受藝術家對未知領域嘅探索精神，投資佢就係投資藝術嘅未來。睇完呢班藝術天團，係咪覺得 Artnext Fair 唔單止係好玩，仲係一個充滿投資智慧嘅地方呢？記住 Artnext 嘅意義呢，就係提供一個平台嘅，俾我哋新一代收藏家去直接投資下一代嘅大師。雖然喺 Artnext 展示嘅藝術品標價都同市場上非常貼近，由幾千至幾十萬，唔算特別平，但優點係唔使喺拍賣會同人爭，可以直接同藝術家入手。如果傾得投契，甚至可以講下價，話唔定會有驚喜添。節目嚟到尾聲，我係陳公子，記住 like 同訂閱，留言話我知你最想收藏邊位毅行十秀嘅作品。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夜未央，下集再遊園。